2023年台北、上海双城论坛今仔早起举行，两个市长是签署3项合作的备忘录。各界关心的两化论述，蒋万安是用江河行船来比喻两化关系哦。嘛强调讲，双城论坛唔那讨论都市的治理，嘛是两化关系正重要的指标。2023台北、上海双城论坛正式开始，主题是新趋势、新发展。双方主管局处就检讨永续、会电产业甲宇宙运动3项签合作备忘录。两位市长握手了，抑阁家己摕手机翕相做纪念。这边论坛是由上海市副市长华元亲自主持，规格比以往更加悬。蒋万安用江河行舟来比喻两化关系。双城好，两岸好，两岸关系恰如江河行舟。当然，不应该是过尽千帆皆不是，但是也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民族复兴，国家强盛，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。历史不能选择，现在可以把握，未来可以开创。对中国的讲法，是不是感觉比正豆腐？蒋万安并无做回应，因过强调，双城论坛唔那只是城市治理的角色，也有两岸关系重要关键的指标意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